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中国发布东方飞弹，被说是针对着台美关系表达不满。另外，今仔日伫黄海发射火箭，也对外宣称讲有飞过台湾的天顶。海巡人员佫查到屏东垦丁外海有27名越南的偷渡客，以及着5名军官，有偌济人涉案，目前正在调查。为了要防止金蕉的介绍帮博农委会执行企划作业，甲金蕉收来做肥做饲料。搁再有喙炎国家队出问题咯，卫福部搁查到一间号做肯达医疗器材，因对外宣称讲因的喙炎是马来西亚制造生产的，煞伫咧内面拦到中国货出去护食的民众，唔但爱食多，也要求业者着要回收喙炎，现场6万外底喙炎也拢全部扣押。高台乡当做廖大明大汉后生廖乡杰成立现代医疗器材公司，部署涉嫌进口中国製喙炎包裝成马来西亞生產製造南地市品牌。新北市衛生局要求業者全面回收，也先封存6萬外瓶喙炎。新北市有跟食藥署这边做合作，那中央这边有 pass 有关于边境大量输入口罩的一个名单，那我们后续有派员前往稽查，那也会同了新北市调处。无出示许可证，扣限制数字。中国喙炎，肯达假日假喙炎风波，假条无愿意对外说明，只是伫官网承认喙炎毋是 MIT， 也毋过讲拢有通过检验，符合国家标准。同时，官网表明，民众若讲有疑虑，坚持退单，也有提供退货退款办法。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已经查到真侪不法事情，绝对袂宽待。混充标准安全的口罩在市面上充斥。我们绝对会严以查，从严追究责任。现在就先请他下架，好，那相关的，好，他好像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标案，那我们也都会去彻查。对于新北各传出喙炎南做中国籍来皮，侯友宜再度话话，中央甲地方一定爱配合，中央提供进出口资料，地方会主动积极轰炸。卫福部调查发现，认为肯达涉违反药事法第84条，无经核准擅自输入，刑法255条规标罪，目前专案交予新北市调处继续侦查。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台电补改坝水门的事故，造成4个人死亡以外，今仔透早发地村的居民也去甲台电定情。居民表示讲，因过着要发生无通知就向放水。另外，检方也发现讲，水门的控制室竟然无按监视器，要调查案情，要调查好清楚，恐惊有困难。几啊10个村民向台电表达因的不满，13因为补改坝排水有各样。地出去露营的2个家庭，拢总4个人死亡。长期住伫补改坝附近的村民，大概是感觉真惊吓。把我们这个部落都当作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团体已经发生好几次了，你知道吗？台电补改坝伫1934年启用，甲落水溪甲万代溪的溪水查落来，送去日月潭发电。不过当地居民认为讲，补改坝下底积塌的情形真严重，可能会影响到水坝的安全性，嘛几啊届向排水，互住伫水尾居民的安全受到威胁。已经在被50几年了然后你说七七故障，我们是不认同了，所以我们要明确的答案给我们。台电表示，补改坝的结构真安全，而且拢有定期做检测。水坝虽然经过86年，不过也是符合安全标准。也若闸门各样的问题，代志发生的时阵，嘛有成立应变小组要调查原因。根据台电的调查，6号的闸门伫13透早4点12分向家己开开，值班的人员煞伫16分钟了后，也就是4点28分才开始操作要甲关起来，到4点43分才规个完成。也若第2届向家己开开是伫5点08分，不过这届煞1分钟就关好啊。这段时间值班的人员伫创啥？检调要查好清楚，恐惊无遐尼简单。中控室并没有监视器以及监视方面出现值班人员的问题，本署检察官尚在调查中。检察官发现讲，中控室并无监视器，真要查清楚值班的人员迄当阵到底有疏失无。目前还搁伫咧查相关的证据，也若过往的4个罹难者嘛拢已经送去台中，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去质疑。另外，迄当阵家己爬去华顶的罗先生，想到迄当阵的情形，情绪也是真激动。人都是整个沉下去的啦，你要去摸到谁都根本摸不到。罗先生分属有几个所在拢切伤，虽然性命有保掉的，不过要是无法度接受伊的某囝去互大水流去，也若后手国赔的代志，伊讲目前也无心情通去想，嘛无愿意表示其他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海巡人员15半暝伫
屏东垦丁的外海，发现一只形状正可疑的渔船，随派着顺风艇要去查看。巡逻人员也透过一相机，发现讲有人跳伫咧海面游走去啊！经过一天的追查，到下晡为止，也掠到27名的越南偷渡客，加5名的船员。究竟有偌济人涉案呢？目前也等咧调查。海巡人员伫咧屏东垦丁白沙湾，要掠非法入境的越南籍偷渡客。偷渡客15半暝2点外，去互发现坐一只后壁乌色的船啊，原本是往后壁乌渔港去，煞伫咧离海边3海里的所在，我对顶白沙划去。透早4点外，甚至有人跳船游去咧海顶。热像仪发现船上有不明人士跳船往顶白沙岸际求泳，第8巡防区随即启动应变查缉机制。据船长表示，载有30余名越南籍非法入境人士，于距岸约400公尺处穿着救生衣跳船求泳登岸。海巡署出动不少卡手，为半暝敲找到下晡。拢总掠到27个越南籍的偷渡客，甲5个涉案的船员。为着避免偷渡客造成防疫的空棚，海巡署嘛通知屏东县卫生署协助防疫相关的工作。初步的检疫都没有发烧，也没有疑似症状。那我们有特别把越南文的宣导单张也都有交付给每一个人。后续是由海巡署他们做专案的管理，会送到安置的地方。屏东县卫生局表示，目前已经掠到的27个偷渡客，拢已经有磅体温甲做卫生教育，其中有2个人，一个腹肚疼，一个头壳疼，已经安排送去病院治疗。不过，因为船长嘛讲袂清楚伊到底载几个人，敢若知影越南籍的有30多人，具体的人数海巡署还搁伫咧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基隆的正平国小下晡发生一桩意外，有一名国小6年的学生落入去校园内面一个6公尺深的坑，经过抢救，目前无生命危险，只是面的骨头有闭起而已。学校也认为讲最近落大雨，才会造成这个落坑。基隆市正平国小下昼3点，一名国小6年的学生摒扫的时间，无细里落伫学校内底资源回收厂的大坑。这个大坑深6公尺，向下卡看地基完全被舀空，消防人员伫坑内紧急抢救。那边是空的哦，你往后退一步。那边都是空的哦。我们同仁一直给他呼叫，然后给他检查，他都没有回应。那脸上呢有一些擦伤。3乘4到5公尺应该有，那没关系，因为它底下还有很多地方，门那边是掏空的。正平国小后壁挖建一条沟仔，资源教室内底的崩立大坑，一路通往学校后山的沟仔。消防人员伫工人引导之下，为沟仔清理坑内来抢救，将这名学生送往病院。大坑已经围起封锁线。学校老师表示，顶礼拜5也无发现这个大坑。学校活动中心4块位的土石松软，学校初步认为，疑似是家人连日的大雨冲海地基造成大坑。应该是试图从里面开门啊，但是没有发现说有一个那个地基掏空的洞，然后就一脚踩下去就跌下去。发现说有颅部跟颜面骨的骨折，目前的话生命真相尚稳定。受伤学生送医了后，经过抢救，意识稳定，无生命的危险。也毋过头壳面的骨头肌基顶伤势，后手有缘爱伫家护病房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14发布几啊张暗时演练的相片，外界认为讲发射飞弹是解放军对台作战要使用的东风11底型飞弹，也因为这款飞弹有在调闪过爱国者飞弹的哪吒，就学者认为讲这是中国对台美关系密切的情形表达不满。另外，中国今仔日伫黄海发射火箭，对外宣布讲有对台湾的天顶飞过去，咱的国军也讲全程拢有伫咧掌握当中。中国宣布，中正11海射运载火箭15伫黄海完成发射，将甲标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穿越航天伫推文中，佫直接点名会飞过台湾上空。为轨迹图应发现，中正火箭为黄海海上发射基地发射了后，整流达第一只火箭会落伫东海海峡，佫继续飞，按算穿过台湾本岛上空。往南经过菲律宾等，各向南飞向南海方向。国防部强调，已经有充分掌握。地球轨道，这全世界地球轨道都任何国家都可以运行。它的这个北斗卫星，经常在我们这里在地球轨道对我们征兆。那美国也是对它征兆啊。
中正11号火箭是小型全固体燃料运载火箭，有快速进入空间、应急发射能力。中国发展超过30年，这摆是346摆发射，已经加入中国运载能力上大的商业火箭。只需要国际主流发射计数1/3，也能提供专属服务，加速中国提升军事力量的后盾。解放军东部战区14伫官方微博发布真一张夜间突击演练相片，介绍真济岛大进行多轮火力打击，外界解读是发射东方11底定弹道飞弹。东方11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作战首轮使用的飞弹武力，射程300公里，下弹1分离，也能相片爱国者飞弹哪吒。爱国者3跟我们的天宫3都是采取直接撞击，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相位阵列雷达，可以分得清楚你的火箭你火箭跟你的弹头分得清楚。学者分析，中军是针对台美关系密切国军兵棋推演有密切关系，照出释放威胁的政治讯息。面对台海局势升温，美国国务卿阿泰佐卿10大会，伊强调美国一直拢伫咧。The United States has maintained its presence in the region and demonstrated our resolve to prevent unwelcome and certainly unhelpful military venturism. 伊表示，美国高度关切中国伫台海南海军事行动，无正当利用渔业资源、有控资源开发等行为。美军有防范无受欢迎冒险军事鼓动决心，搁呼吁中国用对话和平管道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央视的主持人片商王金平要来中国讲话言论，也让海峡论坛出现变化。国民党决定无要用政党的形式参加，后来是国民党的林英德要用个人的身份去参加，但是外界也当咧议论纷纷。林英德也最后决定讲要配合着国民党的政策取消行动。国民党决定无要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主要原因搁伫中国央视主持人李鸿的求和的讲法，引发各界争议。伫等未着公开会议的情形之下，国民党中央决定今年无要派代表团去，但是搁有风声讲，前代理党主席林荣德要以台商个人的身份去参加，再度引发讨论。15中昼，林荣德发出回应，表示讲伊配合国民党的政策，也搁因为伊事业受过无用，已经取消行程。党主席江启臣表示尊重。那这部分我想这个要尊重他们个人的决定。所以这样讲的话，那就这次海峡论坛就完全没有国民党人去了。还是有个别的，因为有一些台商可能也在那边嘛。你自己有没有很强烈的感触？这的确超乎我们原本的预想或者的准备啊。为决定要去到无要去事件发展，江启臣坦白讲，超过伊预期的想法，因为为决定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做代表团的团长带团参加海峡论坛以来，波折真多，尤其是求和的讲法，甲国民党出团的步调拍乱。江启臣两度化为要求央视相关董事另爱公开会议的，而且以礼单对方的回应。国台办跟我们的消息说，李鸿会在第2次的时候呢，来讲出这样的表示歉意的话，所以我们一直在等，但是等到最后，等到最后，他还是2次公开讲，还是求和，就是追求和平，还是欢迎王院长，对这样的致歉的话，一直没有松口。虽然海峡论坛后民进党政府认为有高度统战的性质，国民党还是当年拢会派人参加，今年嘛是同款，佮加上两岸关系紧张，佮有美中的外在因素。江启臣指出，希望利用海峡论坛的机会，表达台湾人民的意见。煞想袂到求和的讲法有争议，党内外拢有反弹的声音。不过前台北县长周习伟伫面前发声，表示家己愿意参加海峡论坛，恐惊佮会再度引起党内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伫今仔日动发新工人收，也因为新工人收内部管控出现5大项的缺失，甲因罚2760万。董事长吴东进也去互停职啊。无均在职，会妨害这个星光人寿确实办理这个投资业务的检讨跟改善。那实有必要在相当的期限内来停止董事以及董事长的职务。
金管会甲成功人寿罚2760万，以及提出5项的纠正。其中，成功人寿成立的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是一个正悬的决策单位，但是无经过董事会核定就成立，而且是由吴东进主持的，过半的成员拢是吴东进所指派。今年正月就发生大量增加国外股票投资，金额要到966.6亿。金管会认定成功人寿有重大的缺失，也停止吴东进董事长的职务，以及到董事的职务，一直到任期结束为止。政府日前推出一前的纾困专案，也因为申请劳工真正多，致使银行的员工一直在加班，甚至有人是减领到加班费的情形。台北市劳动局透早就公布讲，14暗时去临时劳检的结果，包括台湾银行在内6间的金融机构全部拢违规。民众坐伫柜台头前要申请纾困贷款，银行的人员是无严格，一直在处理文件。台北市劳动局顶一日接到定情，讲银行的人员赶要办纾困贷款的业务，超时做工课，减领加班费，还佫有人一个月加班超过60点钟。咱若劳动局长7月底到8月中，几下届暗时带队去劳检，包括台湾银行在内6间金融机构，检查结果拢违规。资方呢，不要拿着这个事变呢当这个挡箭牌，甚至就是开了这个所谓的过劳的大门。如果造成劳工的这个职业病或者是过劳致死的时候，我相信这东西代志大条的呀啦。劳动局发现袂少资方软法令的空棚，亲像台湾银行修改员工加班上紧绷的时数。以值班费取代加班费，加班4点钟，敢若会当领600块。还佫暗时员工甲加班费换做补休。也若渣打银行是无照实际员工出勤的时间。另外，富邦、开基、关台3间银行延长员工的工时，拜6礼拜加班，刷减付或者是无付出勤的工资。富邦甲关台嘛无伫个期限内通报工会，或者是劳动局被查。也若信保基金伫个无工会同意之下，就偷互劳工加班，而且伫个劳检的时阵，有袂少业者赶紧互员工下班，避免违规。主管还当着我的面说：“现在通通下班了，现在都是下班了，记得要报加班啊，记得报加班哈。”劳工要的是努力的工作，但是不是要卖命哈？那我想这边我们是做这个呼吁，就是说希望劳动部呢，就是把那个后门给关起来。劳动部顶一日提出，头家人若伫咧符合天灾事变或者是突发事件的法定条件之下，放任劳基法的限制，无需要遵守逐个月的工时限制，也佫有7天休1天的规定。全国金融工会表示，纾困3.0就要实施，呼吁资方毋通佫摕事变来做借口，排除劳基法的规范，避免类似的情形佫再发生。也若去互点名的银行是无回应。另外，劳动局强调讲，涉及违法的金融机构，若是违法的事实确定，会当处新台票2万至1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开基证券有一名姓罗的营业员，顶个月选择行地路来过身，死者的家属以及着投资人，即期开基证券的暗砍事实，今下晡也去到金管会抗议，要求金管会就要调查开基证券内部的管控缺失。报考后有爆料，几啊位开基证券的投资人，甲已经过身姓罗营业员的家属，下昼来甲金管会前抗议，提出真侪疑点。即期开基证券暗砍真相，希望主管机关金管会会当这个季节找出开基证券的欠点。他的直属主管给他很多的一些非法、违法的一些途径，去达到一个公司要的业绩，这是我们家属最不能接受的。希望我们这一次来这个金管会，可以请金管会严加的彻查。这个事件是发生在8月中，开基证券一名姓罗的营业员，疑似替客户操作了钱超过4000万，最后选择自杀。家属为抢尾时发现，公司早已经知影营业员私下代操，甚至直接爱伊诈私人的笔电伫公司操作，因为事发了后，这台人头小号的笔电却无还。受害投资人也讲，公司知影姓罗的营业员2016、19甲2020年的3月拢发生亏空事件，却也会当成合理，认为开基证内控定出机制有问题，而且最近开基予伫北市上班的营业员逐人2万，想要暗砍真相，却无愿意面对家属甲投资人。他所有操作的这些电脑、笔电，凯基证券到现在完全没有交给检调单位，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不仅是家属，还有我们这些投资人。证交所还在查，包括有去凯基查，也在访谈相关的陈情人。那他现在还在查核中，我们会请他尽速处理。
面对各项质疑，凯基证券发出声明表示，唔知影代抄的代志，这属于赖姓金业员甲客户私下资金的往来行为，公司无法度知影员工银行小户的资金流向。伊的主管甲其他当人也无看到伊伫营业柜台使用笔电。另外，业务协理是外部执请，最后伊规定年主角都有资格升。并不是因为单项业务好就回升，两万是公司为了奖励分公司后台计算金源，伫今年7月份就已经决定发放的奖励金，并不是予营业员。加上甲投资人的讲法并不是事实，目前已经积极配合监管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最近金蕉价销是增加，农委会伫高雄、屏东这两个金蕉的产地去启动金蕉气化作业，是把这的金蕉摕去做肥做饲料。农民也希望讲入秋了后的金蕉价销会当较稳定挂，农民的辛苦才会有价值。工作人员提刀啊，划破金蕉皮。个蹲伫货车顶悬，好亲像是一座小山同款。因为金蕉价销办事，为了反倒转来了钱，所以伫高雄甲屏东两县市的金蕉启动气化作业，将金蕉送去饲料厂做饲料或者是炖肥。加减有1点啊补贴5点那个啊。下蕉差不多2-3块，有的3块，啊有的盘商伊会叫你卖收啦。农民表示，过一节过后，金蕉价销都一直落，产地价销落伫每公斤10块左右，最近搁较嗨，较好的6块，较歹的只有2块。政府用5块来收买，算是有补贴。15开始，基山新工地甲美容各铺米厂，陆续有人载金蕉来遮定期气化，敢若是一天，美容加上基山的收购量都20吨。我们就觉得说，那目前的橡胶的价格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减少一些卖相比较不好的次级品，那能够留在产地这边。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次级品的一个去化的处理的部分，让我们的橡胶的价格希望能够尽速的去稳定。美容农会表示，因为最近天气热，金蕉熟的速度紧，搁拄着农历7月，民间风俗无爱摕金蕉做贡品。伫这时阵，金蕉外销就无甲若好，爱等到10月了后，冬蕉出来，外销的数量才会较好。希望用伫这时阵出来平稳价销，互农民的损失毋但搁增加。记者综合报道。金蕉看线，咱即摆来看蒜头。最近蒜头的价销是贵甲真惊人，为着要防止有人囤货加关价销，云林检调14暗时搁再启动调查，也查到云林县长的农会理事长的仓库有囤40吨的蒜头。不过理事长也驳回讲，这寡蒜头是要摕来做蒜头种的。即马蒜头的价销是真悬，云林县调查站几工前到好尾，调查一个姓林的生理人囤150吨的蒜头，初步调查是无具体的违法。不过云林地检署立案追查，访查即马任何可能有囤蒜头的农民也是蒜商。14暗搁到县长向农会理事长陈永华的仓库调查。啊，乡今日起遮尔悬哦，因着政府哦，嘛爱出来了解。实地了解，讲我现在去转去这样的管，了解一下，这是正常的啦。这阮袂感觉讲什么意外啦，这阮是拢当接受啦。我嘛做生意配合伊啊。县长农会理事长陈永华表示讲，已种蒜头30多公顷，有做蒜头加工，即马放的40吨蒜头，拢是今年4、5月采收期了，剩的拢是准备要做蒜种使用，无要囤货加价销。呼吁啊，现在已经属于侦查的阶段啊。如果任何人啊有相关的那个证据资料啊，我们也欢迎说向本署提出，那也宣导啊，希望能够勇于的检举啊，那我们会积极的查办啊，以厘清事实的真相。云林县农业处是表示讲，云林蒜头的产量是占全台9成，希望产地蒜头通稳定供应全台市场。若是有调工囤货情形，希望相关的单位严格处理，卖互守法的蒜农，佮有生理人防误会。记者综合报道。日前，高雄的前顶区发生一起泄漏的事件，业者也拢进行广线检查，目前的鉴定全部拢是正常的。环保局也继续伫咧抓漏，市长陈其迈也要求花运冲图，伫10日之前爱交报告，甲代志说明清楚。工作人员操作探证机，甲技术收到污染的土瓦，送去实验室做化验。
高雄市前镇区11发生意气外泄了后，环保局10时下晡去原民馆附近扩大监测的范围，而且挖一个简单的水井，采集地下水送验，希望赶紧找到意气漏泄的所在。也若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强调讲，业者若无交代好清楚，就被批准因复工。这个漏气或者是问题真正的原因交代清楚。假如没有交代清楚，就不准复工。环境检测的部分原则上我们是都持续在进行24小时的部分。那土壤检测今天布点采样完了之后，我们会回去做化验分析，来看结果。在1个礼拜以内，赶快能不能有一个检测结果出来。漏泄的原因甲地点，将代志发生到呾，要是无答案。10时市府召开第1届检讨会，要求华运、大塑、阿珠、大陆等4间业者，爱赶紧找出意气漏泄的点。不过目前台港线的3间业者做加压的检查，检测的结果拢显示正常。6、7年那个海巡路跟中山多路那气爆，他们也非常害怕那不是害怕，会好像人间炼狱麻烦里长尽量看是否能把地下那个油槽管移开住宅区。当地里长表示，意气漏泄的事件发生了后，大家伊拢会去现场看检测的进度。若政府当时才会予因答案，民众拢真关心。从高雄气爆发生了后，对气体漏泄的代志，大家是感觉真敏感。希望政府爱量早甲台伫咧徛街下底的公线剔除，唔通互民众生活伫咧惊吓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伫咧做螺丝母的兴耀工业，去互员工检举讲，公司因为伫疫情较严重的4月至6月，本地爱上班的日子，叫员工休困，却要求8月到12月，逐礼拜6拢爱来补班，而且无加班费。若准无要来的人，就爱请家己的特休假。劳动局也表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上悬会当罚到100万。认定的兴耀工业公司是全球焊接螺丝母的头人公司之一，生产的基地包括两岸、甲德国等等，集团的年营业额超过100亿。不过最近所叫员工举报，公司要求伫疫情真严重的4月到6月的上班日，爱改做休假，伫8月份到12月份的拜6来补班，而且还佫无加班费。若员工无要上班，就要家己请特休假。台南市劳工局接到举报了后，随去稽查，确认已经违反劳基法。公司涉嫌违反2项规定。第一项就是要求员工在休息日出勤，没有给加班费。那第2项就是要求劳工于休息日出勤，如果没有出勤，将以特别休假抵扣，不给特别休假的工资。那这个部分涉嫌违反劳动基准法39条规定。实际去到兴耀公司，内部的员工是无愿意加讲啥，拢以主管出外做理由来拒绝受访。不过嘛，承认讲有违法，而且发声明指出，第2季的订单受到疫情的影响。订单的量无够，才会出这个规定。不过公司主要是以卖资遣、卖减薪水为目的。不过煞无设立违反8礼拜变形工时的规定，未来会佫做改善。休息日出勤的话，就有休息日出勤的规定加班费的计算也是比较多的。雇主也不能够要求劳工特休假的方式来进行补之前的休假的这样情形。多么大的一家公司应该是会有人资，应该是会有自己比较稳定、比较有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人事的系统那不应该去违反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台南市劳工局表示，已经发文要求兴耀公司提出陈述意见，若无就会以劳基法罚2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而且要求爱保护员工相关的工资费用。若后手嘛持续追踪，敢是违反劳基法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看香港的情形。香港有26位民主派人士，包括着支联会主席李道仁、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着黄正峰等人，因为号召民众参与哀悼历史事件的集会，去互香港政府指控讲因煽动民众，而且是无经过批准就来集会等等的罪名。在今仔日因出庭的时阵，搁再呼吁讲悼念历史事件是无罪。李道仁也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政治打压。無罪！悼念六四！無罪！悼念六四！無罪！香港警方今年以疫情为由，头一摆禁止举办六四集会，也毋过支联会有缘号召民众悼念。事后有26名民主派人士，包括支联会主席李道仁、副主席何俊仁，甲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煽动他人参与无经批准这个罪，在我出庭应讯，李道仁批评政治打壓可耻。31年來無忘六四，我哋香港人31年來都堅持，我哋好相信呢個係我哋表達
我哋憲法嘅權利，我哋係絕對有權悼念六四，但係正如香港好多嘅抗爭者一樣，係被濫捕、濫控。李道仁表示，这个案将转到区域法院，可能面对更加重的刑责，也不过因无惊，坚持悼念六四的权利，也继续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甲12名因为涉嫌偷渡被拘留的香港人，希望被逼害的人量责释放。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12 protesters from Hong Kong that are now under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and we express our hope, of course, for them to be released. 经过我3点钟的提醒，一团媒创办人李志英加出发言时，并无回答记者的提问，紧紧离开。头一摆出庭的王志芳、曾国辉等人也无继续发言离开。22名被告原本得到无条件保释，检方表示，因为被告之一罗冠聪甲张坤雄已经离港，所以申请就其他的被告袂当离港的限制，也无做出驳回。另外，检方表示会将案件移交区域法院申请案后案件10月15再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欧美国家也当在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伫14表示，伊打算要亲身去到新疆了解当地状况。欧盟高层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讯会议的时阵，也表达着对新疆以及着香港人权状况的关心。卫青相片中，伫个好点的一间清真寺，伫2016到2017年被强制拆除前后对比，根据流亡的维吾尔人估算，这只是中国当局拆除1500座清真寺其中的一个之一。伫这维吾尔人梦想中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也就是外界所叫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土地，100万到300万的维吾尔人被关至所谓的再教育营进行劳改，也佫有世界研看到的监视器甲人民辨识系统，拢互因生活伫个惊吓当中。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盟第一大国德国总理梅克尔，14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讯高峰会上，都强调希望中国国家开放市场，也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队伍、甲香港伫新版国安法之下人权状况表达关切。Concern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Uyghurs, my office continues to engag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impact on human rights of its policies. In China, my office continues to follow developments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articularly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in July, at least 24 individuals have been charged under the law. 欧盟要伫贸易利益甲关注人权摕到平衡，并不简单。联合国人权机构目前应做的真有限。巴斯莱正打算去新疆深深了解。美国川普政府提出祭出制裁措施，新疆甲安徽4间企业甲1间制作中心禁止输美的产品有纺织品、棉仔、电脑零件等。美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指出，中国棉仔产品全球市占率差不多是2成，大部分来自新疆，当地也是中国境内石化产品主要生产基地。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媒体 CNN 表示，美国驻中国大使要入任，主要原因是答应总统 Trump 的要求，要等到美国界助选。国务卿蓬佩奥伫 Twitter 顶头也证实这项消息。不过，大使要入任的代志，中国却拢无收到通知。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14下晡6点外，透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发表计划离职的声明，内底写讲，伊会伫10月初卸任，而且当伫重新平衡美中的关系，希望双方会当公平对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嘛伫 Twitter 表示，感谢布兰斯塔德大使对美中关系平衡做出贡献。不过，中共进前敢若唔知这件代志。我们注意到美方发布的有关推特。尚未收到布兰斯塔德大使将卸任的通知。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用几个所在来源指出，今年73岁，要做爱荷华州州长的布兰斯塔德，是因为总统川普的要求，结束伫中国3年外大使的职务，登去美国界助选。不过，美中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冲突的事件一直发生。为香港办国安法的实施，美国宣布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蓬佩奥发表南海声明，认为中国伫南海领土的要求是完全无合法，加上美中要求对方爱把领事馆关起来，互相制裁公职人员。
加上布兰斯塔德离职的消息，并无讲到原因。另外，伊顶日捌投稿去中国党媒《人民日报》，索去互拒绝，引起袂少的质疑。蓬佩奥嘛因为安尼批评北京，即届是以非正常的外交管道，单方面证实布兰斯塔德离职的消息。学者指出，这确实是真罕见。用 Twitter 这样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方式哈，有点算是以私人的名义在这边宣布，的确是比较罕见，那也比较不寻常，所以它这里面反映的基本上是美中关系现在的一个状况，哈，充满了争议，然后彼此之间缺乏互信。我认为新大使在美国竞选以前是不会任命新大使的，那么也就是事实上这个变相的美国单方面就把驻华对外这个外交关系单方面变相的间接的暂时降为代办体了。美国总统大选11月份就要举行，驻中国大使伫这个时阵离职，嘛无宣布接任的人选，引起真侪猜测。目前选战的温度是愈来愈热悬，美中的关系嘛愈来愈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日前中毒的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目前的状况已经会当落病床行振动啊。罗西亚也结束3天的地方选举，这回选举也互看作是总统普丁的期中考。这回选举结果也是执政党团结俄罗斯党赢上届多。俄罗斯联邦20个地区11到13这3天进行地方首长甲议会的选举投票，总计有16万人参选。10时为止开出的计票结果显示，前克里姆林宫的团结俄罗斯党伫科米达旦甲勘察加等超过12个地区得到大胜利，也毋过第3大城新西伯利亚甲大学城托木斯克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人马摕到议会多数。Ну, у нас округ вообще особенный, Кировский, Вузовский. У нас здесь как бы такие люди, в общем-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кажем так, грамотны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оэтому,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и с этим связано. И поэтому голосуют за оппозицию?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мое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Ну, возможно, это так. На вашей памяти такое было? Такие низк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у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Нет. А вы сколько работаете? Ну, уже больше 15 лет。反对派领袖纳瓦尼顶个月20日，就是伫托木斯克机场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时阵中毒，随后被转送去德国救治。纳瓦尼当时伫西伯利亚地区推动伊所倡议的聪明投票策略，呼吁选民将票投互上可能拍败克里姆林宫阵营的候选人。这摆地方选举被看作是总统普廷的期中考，每年国会大选选情的一大指标。另外，中毒当地德国柏林病院接受治疗的纳瓦尼，伊方暂时表示，伊的病好好起来，已经会当落床第一站活动。德国政府顶日将纳瓦尼的检体送往法国甲瑞典实验室进行化验，结果印证德国实验室的发现，纳瓦尼是中着冷战时期所研究发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暂时呼吁莫斯科当局需要对这个事件提出解释。法国总统马克宏伫甲普廷通电话中表示，希望伊量早解开这件想要谋杀反对派领袖的谜团。记者综合报道。6年前的日头火学运，群众占领着立法院的议场，落尾也去互警方强制驱离，也发生受伤的冲突。后来有一群人控告迄当时的总统马英九、甲行政院长江宜樺等人涉嫌杀人未遂伤害等罪。台北地方法院伫今仔日经二审宣判，马英九在内等4人全部无罪，不过专案也会当上诉。合议庭认为，自诉人所提的证据仅能证明自诉人周荣宗、承受诉讼人郑运阳等20人、被害人张博伟15人、参与诉讼人周尼安等2人受有伤害，但仍然不足以证明本案是由被告4人下令驱离，或被告4人具有杀人、重伤害、伤害、强制等犯行或犯意。因此，本案无法使本院达于确信被告4人涉犯上开罪嫌之程度，而因为被告4人无罪之预知。法院认为，现场虽然有警察使用暴力行为，不过因拢是无同款的单位，因此无法度证明被告马英九在内等人有用明示或者是暗示的手段授权警察用暴力的手段，所以判无罪。
有5个参加反送中运动的香港少年人来台湾找找庇护，也因为目前的进度外界无法度了解，引起正大的争议。蔡政府自反送中爆发到今，就强调港澳条例有够力，唔免搁设难民法。不过台湾人权促进会批评港澳条例无法律依据，应该爱参考外国的案例设难民法。不过，当落湾册店的店长林英基却认为讲，现有的条例其实保留一寡空间，对香港人比较较有利。台湾的媒体工作者郑胜雄9月13日伫面册表讲，有5位抗议香港反送中的少年人来台湾寻求庇护。对今年7月18逃难要来台湾，经过东沙岛的时，被陆委会扣留到今2个月过，也无管到含厝内的人直接，形容因的状况是比难民也搁较惨。总统蔡英文过去就表态讲，台湾无需要难民法，强调港澳条例就法度专案处理。不过，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益雄认为，爱有法律的依据，才有法度真正保护香港人。就这5个人，其实拢凸显出我国的监护应该按一个非常明确制度性的保障。只要是符合难民公约加寻求庇护者，也作为国家拢应该按有迄个机会在那个申请庇护的审查机制。政府会当利用即马比如讲移民署所有的即个收容所来个暂时做安顿，无就是讲委托民间专业的团体做这个生活照顾，嘛使做这个医疗，还是讲心理这个住商这个照顾。当乐湾册店的店长林英基认为，等下疫情较厉，需要寻求庇护的香港人会搁较侪。因认为蔡总统即阵对香港人的人道救援方案，其实保留存有的空间，对香港人其实有利。中国大陆叫你们干预，他们已经把一个很简单的可以做的事情变成一个复杂的。我所知道的是，中间有一个空间可以处理，它是一个没有所谓的很清楚的法律条文嘛。这阵疫情也未完全冻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阁因为国安法受到未少影响。面对不安的社会趋势，香港人要好气好强，台湾又阁会当出偌济力，也是执政党眼前的一大挑战。记者民警张玉水台北报道。接落来10月有2个连假，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双十节的假期。为了避免严重塞车的情形再发生，交通部甲1968 App 以及着幸福公路 App 整合做伙。不过顶头的资讯敢通好防止塞车的情形再发生咧。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示讲，可能要考验过才会知影。点开国道1968 App 头一页就直接会当由快捷开关连接国道5号路凤泉区用路人会当试算行各个的旅行时间开车时会当随比较太公路。北向的话有几个交道路口，然后透过国五本身通过雪隧到南港系统的时间这样做比较以后，他再选择他最想要最佳的行驶路径。包括各个每一个交流道匝道排队停等状况，也拢会伫各个路凤泉区另外公路总局所属的幸福公路 App 也会伫即时路凤泉区直接语音播报，用路人设定的起点甲终点，包括公路甲国道的旅行时间。大家走到这个地方，你按了这个 I 就可以知道。国3南港至国5头程39分。会提供相关的旅行时间跟拥塞的状况，大概是极尽所有的方法，但是这个所有的方法能不能成功，其实是还是有待考验。交通部分析，今年迄热，各个交通量比去年增加20%，惊各个路南车流有一半是惊疏化解。有了今年中秋国庆连续假期，各个甲疏化路龙，尤其是交通困难的路段，塞车是难免。公路总局也表示，内部已经启动，敢是要开放疏化解路径，互大客车行驶的评估案，也毋过牵涉环境保护、救灾甲交通管制，需要审慎的评估。10月份2个连续假期，确定拢未开放疏化解路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发射的福卫7号卫星，这14个月以来，甲地面的通讯超过3万解，地面收集的科学资料也超过200万笔。国家太空中心伫今仔宣布讲，已经完成全部家己制造的导卫星操控系统，以及着卫星排天系统。
为复7号自去年6月伫美国升空了后，经过1年外飞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过地面资料超过200万笔。太空中心佮甲国内相关产业合作，展开自主卫星操控开发。经过测试甲调整，总算完成台湾100%自制卫星操控系统。目前呢，我们的国家呢，对于卫星操控已经全部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面的，所有的地面系统的软体也好，这个操作系统也好，或者说呢应用软体呢，全部都是由我们国家的自己的这个伙伴呢把它设计出来的。所以说呢，未来的话呢，我们面对的更多的卫星计划的话呢，都可以以这套系统去延伸。这套自制卫星操控系统经过为复7号卫星操控验证，已经完全取代进前由国外所提供系统，可靠度高达99.9%。未来3期太空计划中，应大降低建地甲维护的钱，卫星进步开发时间应减少到1年以内。有一个需求上的变更，我地面上，因为我能掌握到整个核心系统，我可以做很快的改变。那以福卫8号为例来讲，福卫8号我们现在已经。现在福卫8号还在所谓的细部设计阶段，那我们已经达到系统的验收测试了，所以你看我们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除了应提供为复7号卫星进步操作，太空中心后续亦透过基转协这产业合作模式，争取台湾伫全球卫星地面操控领域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是全国饲猪仔饲第3济县市。透早，农委会正副主委也去到溪湖镇公所，甲200多名的猪农座谈。有人质疑讲，来遮是要来甲猪农安打，是爱因莫去到台北抗议。主委陈吉仲也表示讲，这是别人故意中伤的。诸位好。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到彰化县溪湖镇公所，准备甲200多位猪农面对面沟通。因为彰化县饲猪协会表达反对美国猪进口，也表示要北上抗议。被问到来到这是不是来蒙头，但主委反驳，讲这是故意歪曲。伫座谈会上，伊对猪农挂保证，会将冲击降到上低，全力平稳猪价。针对市场的部分有任何的变化，农委会一定会出手。维持伫一个上好的水准，我想安尼时阵饲猪，我想照未来吼。面对农委会规划100亿基金，要用伫8大项目，互国内饲猪产业升级。有猪农认为，这钱应该直接用伫农民身上，设法互猪农面对美国猪的竞争的时阵，用存活落来，毋是去讲遐个伤过远的代志。这8大方案就是提出要补助，要来辅导什么冷冻厂，要什么新型的设备。啊，这大啊，为生的会成，我就讲要去叫一下，这个下不思要来甲做工作。地方人士也表示，有300种的美国猪，就是对人体有害，为什么政府一定爱人民做出选择呢？很简单嘛，为什么要去选择？所以你还是不要进来就好了。坚决反对嘛？坚决反对啊！大陆都反对了，欧盟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反对，为什么我们要进呢？座谈会会场后边，虽然猪农无起来抗议，不过不少人也标语，表达坚决反对美国300种猪肉进口，拒绝300种支持台湾猪。要人准备好反美国猪公投连书书，佮表示面对政府无顾农民权益，因还未打消北上抗议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对去年开始严格处理青鸡屎对外县市运入去台东，不过也是有业者说利用假日时偷载青鸡屎提供予农民使用，到今也罚28件。农改场也呼吁农民莫使用青鸡屎，甲袂影响到农作物的成长。顶礼拜六13晡日啊。南回公路松永检查哨，警方查落一台用空布盖的卡车，搬走了后发现是载一卡车的青鸡屎，要运入台东，予农民使用。经过环保局查验，确定是违法运送青鸡屎的罚6万。台东县环保局讲，处理青鸡屎的无假期，这已经是今年的第28件，也毋过也有县内的饲鸡场利用伫时啊运送青鸡屎，被警方查落来，共款罚6万。假日有真的是它的比例有比较高一点。最近有发现一些是属于县内的养鸡场去载运出来哈。台东农业改良就表示，农民爱用青鸡屎是因为含有大量的氮肥，会当促进农作物生长，也毋过继续性并不强。上大欠点就是使用青鸡屎，也会造成作物被虫害。强烈建议农民改用暖色处理过的鸡屎，也是其他有机质肥料。
生鸡粪它里面含的微生物项非常的杂，而且有相当多这不好的微生物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台东县环保局强调，农民使用青鸡屎也阁会引来大量污染污染环境，会严格处理。一旦查获再闻青鸡屎累犯，以废弃物清理法将加重罚则，相关处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音乐家简尚仁自细汉受到庙口戏曲影响，伫大学时阵就决心要壮大台湾歌谣。这40多档简尚仁唔但累积真丰富的创作，也积极推动研究。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特别规划唱咱的歌简尚仁的台湾音乐之路，透过展览，让大家了解简尚仁伫台湾音乐的贡献。珍贵的创作手稿、歌谱，也有简尚仁老师侪侪研究资料。这是国立清华大学主办的展览，希望透过展出，和民众对咱台湾的乡土音乐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老师的生平记事，我都把它列出来让大家了解。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展览，让大家认识，对台湾的传统音乐有更多的认识跟接纳，这样子。大家若来参观这个展览，较亲像恁嘛来和我做伙行过一届台湾音乐文化的路共款，你就会感受到讲，咱台湾音乐，尤其是伫歌谣的部分，伊的初步的这个轮廓是生做安怎？台湾港语、庙口戏曲，也有南北馆传统歌谣的旋律，深深留伫简尚仁的脑海。展览嘛安排老师的演讲活动，和民众会当哪听哪感受台湾歌谣的美丽旋律。这个9月2到迄天，特别嘛要办一个演讲会，为下晡2点开始。这个主题就是要来讲简尚仁的台湾音乐之路，大家来看。我哪讲会哪唱，哪弹哪唱，讲我的行过路，就亲像台湾音乐的路共款。音乐本地就是族群融合产生的文化，台湾多元的族群成就丰富的台湾本土音乐。简尚仁老师嘛积极伫台湾各地头进行教学计划，鼓励大家会当加入台湾歌谣的创作，有创作才会当和台湾歌谣唱活水。记者杨淑晴、张学水新竹报道。屏东东港的海滨国小学校内面有雷射雕刻课程，老师带学生雕刻东龙宫的王船甲牌楼，也把这款作品送予东港的东龙宫做纪念。看到这座木造的模型，目睭尖的信众就随认出这是因平常时真接去的东港东龙宫外口的牌楼。原来海滨国小开办雷射雕刻课程，用家乡在地文史建筑做题材。老师指导学生刻出东龙宫、黄金牌楼和王船的模型，送予庙方。那今天刚好有机会把它做的东龙宫的王船跟黄金牌楼的这样的文创品啊，我们今天拿来送给东龙宫。那未来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文创设计，让我们东港的一个在地的银软文化、海洋文化能够拓展出去。东港东龙宫是台湾真出名的王爷庙，祖祀文曲千岁，每3档拢会含砖头7个角头举办爷王，最后将王船烧掉，求平安也消灾解厄。当海滨国小的老师用雷射雕刻设计出模型，囡仔遐囡仔仔注心甲房仔斗起来，甲王船的模样保留落来，也将这项重要的在地文化刻伫因的心内。而且甲咱这有为的青年感谢大家头壳足好的，会当设计这个文创产品出来。庙方收到这份礼物也真欢喜，望未来设计 DIY 课程，替海滨国小斗宣传，也互信众体验刻王船。这毋但会当推广在地文化，也伫无来过东龙宫的民众的心中留下对寺庙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南边的仁和社区关怀据点，教阿公阿嬷用环保乐器来上音乐课，而且佫用这挂乐器演奏因的传歌，做伙来看这场古锥的阿公阿嬷。先斟酌啊，听老师拍这条乌雅会的节奏，再佮换学员亲身体验拍鼓的感觉。
台顶的人连拍片，台下的人也有人用茶棍啊、讲塑胶桶对咧摇摇摆摆。1点钟等于就爱一日的快乐，一日就爱等于1个月的快乐，真好啦！唔捌拍啦，大家大家好耍啊，乒乓球啊。屏东县南边乡的仁和社区常常替时代办乐团的活动，不过过去拢是用环保的塑胶杆仔做乐器。去年为着提升乐器的品质，村长和众人同齐打造这种用茶落去做的乐器，而且对当地民谣出发，希望拍出属于当地的歌。顶年阮有编制阮的仁和村的村歌，我是讲要把阮的村歌发扬光大，互愈侪人知影阮南边乡。接触这个东西，了解说其实它也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困难。那弄歌那唱歌，仁和社区的长辈无分查甫查某，拍鼓齐做伙，因讲要继续用音乐创造更较侪快乐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你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今仔日是要叫我来教大家数圆仔呢？嘿，我是袂晓啦。不过我会使来教大家一个词：数圆仔汤。数圆仔汤汉字写作数圆仔汤，罗马字写作424。圆啊，汤汤，数第1条，圆第5条，啊第2条，汤第1条。烧圆仔、铺圆仔、食圆仔是咱一寡节日的民俗。不过伫台语的语序里，有一款圆仔是袂当食的，就是烧圆仔汤。烧圆仔汤的意思是咧讲，为着猫咪即位，也是报工程的时阵，摕利益去甲竞争的人对换，互因退出，通互家己减少竞争，安尼就叫做烧圆仔汤。伫台湾较常听到的烧圆仔汤有选举甲报工程，不过选举罢免法内底有规定，选举若烧圆仔汤爱红掠去关。这叫做烧圆仔汤条款。无啦，水果是我种的。烧圆仔汤拢是为着大利益，才会足侪人唔惊代志逼空、风怪、冒险咧请拼，有时甚至连命都无去，也是唔通安尼才好。人讲分袂平，拍甲29暝，意思是讲。咧分利益的时，安怎分，拢会有人感觉无公平。分到尾啊，甚至冤家相拍，冤袂煞，拍袂煞。
谢谢。佫有一句俗语讲，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有，是咧警惕台湾较早的选举现象，民众拢知影啥人咧买票，简单司法机关唔知。六，烧圆仔汤，铺圆仔，白空，车饼，分袂平，拍甲29暝。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有。大家拢知影，头家我做人脚踏实地，骨力拍拼。拄着竞争的时阵吼，去甲人烧圆仔汤，我接无爱咧。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